台今朝又涼又大風，體感溫度都幾低下。係啊，思齊，大家出門口記得着多件褸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溫啦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低氣溫介乎20.2至到23.9度。至於最高氣溫就介乎24.1至到27.3度。轉睇下衛星雲圖，一道廣闊嘅雲帶正係覆蓋華南沿岸，同時東北季候風影響緊各區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早晚有一兩陣微雨，日頭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最高氣溫大約27度，吹和緩嘅北至東北風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未來2、3日大致多雲，短暫時間有陽光。重陽節同星期4嘅風勢都幾大㗎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，路邊監測站亦都係低至中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天氣。澳門落雨，珠海多雲；中山江門多雲；肇慶佛山多雲；廣州東莞多雲；惠州深圳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